过年啊，高雄出现今年头一个旱獭温度出现一个确定的病例，患者是一个今年60多岁妇人人，伊是一个瘫痪，为去年底开始有头壳痛、规身躯酸痛的症头，抽血检验确定是旱獭出血热，治疗了后已经好哩啊。不过伊的同事煞嘛同款出现到旱獭病毒抗体阳性的情形，因为烦恼大家会做伙去画着，第二摆采样确定患者4颗胃啊，拢会大规模大病扫。 一个每一个所在，真足来咧喷药剂，卫生人员嘛伫边仔来记录，因为有一个高雄的查某摊商突然出染到旱獭病毒出血热。1月11号采检送检，今天早上确认是旱獭病毒的确诊个案。那这也是从108年以来高雄市的首例的个案。卫生局化验确定，这嘛是高雄三明区头一件旱獭病毒出血热，这名60岁查某摊商，去年12月25号就出现头痛、酸痛的症状，31号喘气特别喘的情形，3号采样确定是感染旱獭病毒。虽然病患伫咧8号顺利出院，但是卫生环保单位嘛是伫这个摊商做工课所在来咧消毒，因为唔那是伊，就连伊的同事嘛敢若染病。那血液检验呈现抗体阳性，那但是这位个案呢，因为他没有症状，因此还需要在第2次采检。因为指标个案四周围袂少的小食蛋，生鸟鼠类来伫食食，当地嘛来伫掠鸟鼠，研判这可能就是疫情逼出来点。除了会加强消毒甲掠鸟鼠，嘛有对其他摊商来咧做卫教的宣导。他会在水沟盖穿来穿去，对，也不是说很多啊，就1、2只。下班之后会用稀释的漂白水拖地啊，或者是下班的时候再喷洒一点。其实旱獭病毒是透过鸟鼠传染予人，一旦若是互伊咬到，就有可能会感染到。民众嘛会当用清水来透漂白水清洗可能污染的环境，同时爱来避免甲这鸟鼠类接触，降低染病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